日本に着いた。我哋到咗日本啦。咁我已經到咗福岡嘅機場啦，福岡空港。咁你見到我有好多行李喺呢一度啊，呢一紮同埋呢一紮。我哋而家等緊的士。咁喺福岡嘅機場嘅出面呢，就會見到呢啲大型嘅的士嘅，呢啲會叫做大型車。咁喺日本嘅的士呢，係唔使自己用手去開門同埋閂門嘅，佢會自動開嘅。咁一般司機如果見到你有好多行李嘅，都會幫你搬。但係如果你可能想問下佢可唔可以幫你搬啊，咁你就可以話すみません、荷物お願いできますか？治安悪いところとかあるんですか？まあ若干。若干。ここは避けといて。私も福岡。一入去就住得噶啦。有啲屋呢係唔係日本人都可以申請嘅，網址我擺咗喺詳情嗰度，有需要嘅可以喺簡介嗰度開嚟睇下。呢個叫做 1K， 一眼睇晒。你哋大家估下呢一度佢係幾錢一個月？